歡迎嚟到音點優選，今日推介俾大家一款3款嘅入式耳機。如果你戴耳機成日耳仔痛唔舒服，大概率係你揀錯款。今日呢款係611 Hi88入式耳機咧，我自己都試咗一段時間，真係唔錯。我拆開俾大家睇下。首先咧，佢個充電盒加咗一個按鍵。佢一鍵復位，一鍵斷連，方便咗好多，唔使攞手機去斷開連接啊咩嘢啦。佢個耳機咧個絲橋加寬加長咗，就更加唔易變形啊咩，就戴得更加舒服，唔會整到你耳仔痛啦。呢個耳機咧本身都加咗一個按鍵，佢呢個又可以觸屏，又可以按鍵啦。就睇你點鍾意點用就點用。最特別嘅係佢今次新增咗一個 Ace 叫原聲，睇下連下俾大家睇下。連接，OK，佢增加咗查找設備、遊戲模式同 AI 翻譯。有好多種功能，就係自由對話啊、語音翻譯啊、文本翻譯啊、AI 對話，仲有 DeepSeek、紋身圖啊咩都有，好多好多。仲有咧 EQ 設置，好多種風格，你可以自己慢慢揀。仲有呢個新嘢按鍵設置，你可以設置佢你鍾意嘅模式，係啦，仲有修改啊咩都有，只係你自己下載慢慢睇，好簡單嘅。OK， 音質咧你都唔使擔心，佢呢次咧全面升級咗，配合全新腔體調校，送低音更加澎湃，聽歌會好有力度，唔會太平淡。日常使用方面咧，佢支持全設備同時連接，就係一推二啦。同時佢比 IP-X5 納米防水啦，你跑步啊或者觸控都唔使擔心嘅。呢個觸控咧好強，配合充電盒都可以達到25小時超長觸控，用咗成日都冇問題嘅。如果簡單講，我覺得佢比較適合嗰啲想要舒服、功能多但又唔想戴傳統耳機入住耳仔嗰類人咯。佢有3隻色，俾大家睇下。呢個係香檳金，呢個黑色，仲有呢個珍珠白，3個顏色都好靚。好，咁就係今次嘅音點優選嘅分享啦。如果你想繼續睇更多音點過嘅好嘛，記得訂閱音點優選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